大家，我係 Strive Fitness 嘅 William。咁今日我就想介紹一個好有效嘅減肥方法俾大家，叫 Density Training。咁 Density Training 嗰個概念咧，就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做好多 work。咁今日我呢個版本咧就有6個唔同嘅動作喺一個循環。咁我每個動作咧就會做8下。咁我點樣揀呢6個動作咧？我第一個動作就係爆炸力啦。第2個動作就係下半身，第3個動作就係上半身，第4個動作就係下半身，第5個動作就係上半身，然後最後一個動作咧就係腹。咁我今日咧就俾咗20分鐘嘅時間限制，我想睇下我喺20分鐘內可以做到幾個循環。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短片咧，我就想介紹俾大家睇點樣去做，然後你自己可以去嘗試。如果你想淨係今日淨係做10分鐘冇問題。如果你淨係想一個循環有2個動作咧，亦都冇問題。你可以自己改for 你自己嘅。OK， 咁我開始啦。第一個動作咧就係 kettlebell swing， 我就會做8下。OK， 記住可以計時，然後你一路做嗰陣時咧，你睇下一個循環可以用幾耐，就俾個目標自己。第2個動作咧就係我哋嘅 dumbbell squat， 都係8下。OK， 我會休息少少，冇人話你唔可以休息嘅。記住，如果你休息，即係話你20分鐘可能淨係可以做少啲循環，但係我呢個版本咧就唔會休息。好，上半身嘅動作，引你上身，我會做8下。OK， 我做咗爆炸力啦，我做咗下半身啦。做咗上半身，翻嚟下半身 ，OK， 我就會做 RDL 8下，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好。做完 RDL 之後，我就選擇做掌上壓。好，掌上壓做完之後，淨係爭一個動作啦。腹肌我就會揀做 hanging leg raise。咁呢一個咧就係第一個循環。我開頭唔記得撳錶啊，但係我做咗大概2分鐘到2分05秒啦，即係真正去做可能會係2分15秒。咁既然我知道我可以做到2分15秒咧，我就可以俾個目標自己。呢個情況咧，我淨係可能做到8組，但係你聽到我喘晒氣，一路練緊心肺功能，一路喺度增肌。咁我希望呢個 video 係可以幫到你。去俾一個新嘅 outlook 你，去加落你嘅你現在嘅鍛鍊啦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請喺下面留言。下次再見。